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20，旧历的11月25，礼拜五。互咱若是骑车违规，间接害别人出车祸，原来爱来担责任。中华二水一个79岁阿伯啊，无讲安怎雄雄来倒弯，有一台沙石仔车为着要闪伊，就弄入去路边的公庙，甲庙门甲庙壁弄害。这个阿伯也想讲无伊的代志，车徛咧就做伊走。事后警方甲找出来，第一，违规倒弯开一张的罚单；第二，车祸冒连带的责任，这修理庙门爱倒出钱。路口监视器翕到沙石车直行，一台机车向向倒弯，往沙石车的车头冲去。驾驶行一条，赶紧向正面开闪过机车，但是嘛依次挡袂牢，弄入去路边的一间公庙。车祸现场是伫中华二水乡的文武圣庙的赞寿宫的前面，庙的大门甲围墙拢破去。驾驶看到面前的景象，真无奈。你拄老火啊！叫佢哋扣过佢安怎？车赶开啊，去弄安尼尔，妹，人莫弄着就好啦。不过在驾驶反应紧，无弄着人，但是弄歹庙门甲围墙，这笔维修费用要算啥的？整件车祸的是起因于一台那个普通重型机车违规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警方依照车牌找到79岁姓林的机车骑士，先开一张无照规定2段式倒弯的罚单600块。因为沙石车是为着要闪伊，才会弄入去庙里，所以机车骑士嘛有责任，且嘛爱分担修理庙门甲围墙的费用。